核能指嘅係原子嘅核心結構，因為核分裂同埋核融合發生變化嘅時候所釋放出嚟嘅能量，亦都會被稱為原子能。核分裂係指較大嘅原子核分裂成兩個較小嘅原子核，而分裂過程中會釋放出巨大嘅能量。而核融合就同核分裂啱啱相反啦，指嘅係兩個較小嘅原子核結合成一個較大嘅原子核，喺過程之中亦都會釋放出能量。核能雖然屬於綠色能源，但係佢並唔係可再生能源，因為核能始終會有耗盡嘅一日。即使佢唔會排放溫室氣體，但係由於佢唔可以持續永久咁使用，所以並唔會被視為可再生能源。